起来就是像安尼。台南古迹红神庙头前最近放了一座模型，考试后壁25平的土地，建商将要起5层楼高的厝，还有2楼半的地下室，干搭体80公分施工，毋那在地居民反弹，游客嘛认为会影响古迹的感官，而且庙体无地基，若是开学，恐惊会放弃。庙后面有一个商业区的大楼。然后这样就会影响到感官。已经认定它是一个古迹，那你为什么还要去破坏这个古迹？它不是天灾造成，而是人为因素造成的话，我觉得这是可以避免。这学咧绝对会别离来拒绝。阮所主互恁的文件，互恁的，恁拢一直甲阮讲合法的，合法的。所以我拢一直咧讲的，讲你的合法性是伫倒？庙方质疑庙地产权对日治时期就是庙方所有，后来煞变更做国有地、市有地，最后甚至放袂掉，成为商业用地。议员陈义珍历经质询的时阵，就要求市府要建立严格的监管机制，避免文化资产遭受迫害。咱这个历史文化的城市台南吼，那真正咱的古迹受到任何损害，我想咱台南市吼真的是丢不起这个脸啦吼，所以嘛要求咱的市府、咱的相关单位一定要做好把关的工作，保护咱古迹的完整跟安全。要求业者必须依照文资法提出审查，提出相关的计划说明。那目前审查尚未通过。市府强调对着古迹保护非常重视，无论是地幕、外观协调、安全距离，也是施工方式，拢依照法律严格把关。不过庙方为着保护将近300栋历史的建筑，嘛无排除发动空争。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。